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雾峰万丰里的登山步道，各地整修更加完善。这天特别来举办着登山健行甲亲子烤菜头的活动，来100外人做伙来烤这个菜头，每一个人拢大丰收，有食阁有掠。 伫咧烧热暖冬，正适合参加户外活动。大家伫咧菜头田内底找找把水搁水的大条菜头，大人拢算较真认真。雾峰区的万丰里即天举办登山健行的亲子烤菜头活动，里面大家拢感觉真心惜。这个登山步道，阮家已经2边周围无咧种植，所以无喷药啊。大人囡仔感觉上好耍的就是烤菜头。里长讲，这个活动已经小连续举办几若冬，活动举办，大家拢学了家，参加民众嘛，哪来那侪人？是让他们体验一些农村的生活，对啊，有办法让他们直接跟大自然接触这样。三分地大的田内底挤满100人，参加的人比预计多，内当真正实际农作物，嘛替新年带来好彩头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